喺45年前，我哋以一份初心走進物業管理嘅世界，用心守護，用愛同行，讓每一份服務都能傳遞真心嘅溫度。45年前，物業管理嘅工作看似好簡單，亦好沉重。呢串鎖匙代表業戶對我哋嘅一份信任，守護好每一個家。管理唔單止係打理一棟樓，更係經營一份人情味，令到屋苑變成一個充滿溫暖嘅社區。守護咗呢度10年，眾家嘅感覺係最珍貴。由會所設施到鄰里活動，我哋都用心去豐富業戶嘅生活。呢度每一刻都值得回味。同一眾資深嘅同事建立默契啊，同你哋業委會建立良好嘅關係，帶領團隊應對瞬息萬變嘅社會環境。高委會繼續以專業至深成就諮詢嘅理念，為業戶繼續提供專業同埋優質嘅管理服務。科技俾我哋更細緻咁關心每一個人。未來嘅智能不僅係高效嘅技術，更係有溫度嘅服務。由 MD 到經理，我見證公司不斷求變，提供好多機會俾我接觸智能管理工具，令到我成長得更快。由初入行嘅助理女經理晉升為今日嘅區域主管，公司亦都加入咗好多新嘅科技，與時並進，令到業務有一個有溫度嘅管理。我都好慶幸同公司一起成長。我哋逐步引入智能科技嘅設備，實踐屋苑逆齡化同埋科技管理。呢一個成功感係我喺高位工作最大嘅原動力。隨住智能嘅發展，科技令我哋可以預先見到問題，而唔係等問題發生。我哋呢一代好熟悉科技，可以幫公司推動更多創新嘅想法。雖然工具有變，但係用心守護嘅承諾從來冇變。雖然我年資比較遲，但我感受到公司求變嘅活力。好榮幸可以用新科技為業戶帶嚟更便利嘅生活。永續領航，致領未來。喺交流中成長，喺合作中前行。高位唔單止係我一個工作嘅地方，亦都係我成長嘅一部分。45週年係里程碑，更係新起點。我哋繼續以溫天溫高嘅服務精神，不忘初衷，更加與時並進。祝高位45週年生日快樂！溫天溫高，同心同行，共創未來。祝高位45週年生日快樂！高位45歲啦，生日快樂 ！Happy Birthday！與時並進，同慶45。